水滔滔不断流，就是秋夜雨，一点一声愁。年事来追，祖父年送官被当朝宰相，弟弟4万，这就礼不天官。父母年迈，单身难争一人，有祖父作主，将我的终身许予叶玉为妻。自从成婚以来，已有20余天，这乃冤家从不上路。我沿人民票相6次相亲，这乃他总是不肯上路而来，不知为了故事。啊，官人啊，官人，大叫难追，实是难猜。
名字土雷上，非周神方好光。谁用此段语言的骂些毛长不行的，这个毛儿将是虎，败落阴谋不是计。小生真用表示混账。弟弟正邪棍法三边走之，母亲长子高兴王府，我本应闭门吟唱读书，可为念宋正老臣，上帝光就一杯，生我母闭关不准，有推翻之意。皇上听信谗言，遂将我母绑至西郊斩首，并将我家满门抄斩。哎，是我给为长孙，到达杭州不久家中，不料在泸州遇见叶母亲的官孙事情。吾将小生当时小妻，做事顺畅。叶母亲见我生平出众，定要我摆着命令祭祀。后来带往京都面见女送，女送见我才貌双全，必将生日兰赠许配于我。唉，我为父亲明白，岂肯与你在求成之我也不当你
条陈家规。男生不准好礼，你常是欺人不应该。这真是不要不顺风王饭，先生之于心情。哎呀，姑你上女为兵家小姐之道，这是我些可惜吧？免得飘香去修成，我上吕困他真。城里相公，
你理该为称我一声小姐。将来你有了功名，我若称你老爷，你也该为称我一声夫人。夫妻之间连一个称呼都还没有，真正岂有此理！今晨此日到一行，深得我与平安这样娘子，常言说得好，有理不为之。来，娘子从前一礼呀！好一个有理不为之！来，从前一礼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娘子，你六次茶飘香下来，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啊？官人，你在死亡是人啊？在死亡嘛，托死啊！托死？难道要连夜用功吗？你可知苏秦原谅此过？哎呦，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啊，官人啊！为妻也有比玉呀来，你可知司马这古人当富贵？你可知今日七岁把名士传，九岁女子不见，你才3岁风不多，为丈夫你应该把事传。你可笑将他把人与为狂帮官人少年。你可知甘露水会分享？那甘露乃是得名将。你是官路的名将，难逃巨龙岁月不长。云笔之女谁不当？为妻乃是一笔呀！你是比方到底怕了，那么叫我上来到底有什么事来？官人，见你只为了无事，这是我母。个人是与个人啊，是我的心是有才生子啊，一生的心事我不知，官人的心事我了知一二啊。有生之我心头是，是非碰到老先生，我兰真也不爱来而不知，从小读过生言诗，要在官人心中是我要做公道的老先生啊！
事儿是男儿应有四方子，我须挂虑家乡事莫不是厌恶你们势力的难陪你也郎并不知，你年将一朝天下的本朝，我好比苦等高攀的沙扑是，莫不是你言我来争上啊边上，给你官人少面子。红掌到眼下，就是城里城外呀，层层子啊，莫不是言我来争容貌出难配的野郎一才子，夫妻岂可容颜人，我放你娘子美貌谁是了，为妻道苦有一笔，你将我逼出何来呀？官人岂可为他一片心？我心
还是回房去吧。哎。
什么？带我来听他一听。常言道：要知幸福事，且听看奏也。哎，小姐呀，小姐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他在楼上不叫我小姐，为到死亡到4年去，我来了。我立刻回答他几声：啊，相公啊，相公！娘子啊，娘子！官人啊，官人！来真啊，来真！叶勇啊，叶勇！你几次上来要还原我的心思，小生不胜，量你不下。是啊，为妻不孝，得来请教。三五天下一门美，到事情天也忙死去奔，我举目不见一情谁？蛟龙金碧千岁困。满腹含冤为何神仙不肯负真情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。啊，官人啊，你休别离我伤心，情人还有我你啊难争。我知道见证是哪部的说出来，难争体里大元神我的先生闹给罢了，提起见证也送你这却战胜我无心太凶，你以为战草一次根，偏偏逃出我真用，小生杀在林永志，停在你见证牢。你不该
做将人哎，守着人生病愿家长。弟弟呀，平地女儿不孝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干呀！阿里见这草民我的誓言，是把美来做，人用金陵之宝下大名，不用南清风暴雨战人，也没起来也没起。阿里见这也没起，家父为你来交税，我在北中命令之，再来中天的名人，小生谁高官主将七官下山去从军啊！万不够，兰州岂能去害夫君？冤家呀，你谁没有夫妻情？兰州待你是真心。常言道，事不三思要后悔。我往事今往与他把离别，待我举手家门前。
问题是谁呀？兰君来了。我才是老马求人，可问来了你难追。官人开门啊！我心知当中心宽呀，家长笑脸去行啊。官人开门来。哦，娘子送餐，我来了。娘子，请进来宾啊！官人请。娘子，请啊！娘子，请坐啊！请坐啊！请坐。请问娘子，你还是才得到此？还是到此一酒？哦，你问我嘛？我是才得到此，一到谁叫你开门的呀？哦，你是才得到此，一到谁叫我开门的呀？好，我说声才得到此，他倒又摆起架子来了。官人，你回到四房在做些什么？大事，到底什么事？事事无惊的事。可否背几句给我听听啊？好，客从来心为了，何故事事谁忘记？啊，你倒忘记了，为妻倒没听你记着几句呢。我的事和你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。两样的嘛。你不信，我背几句给你听听。我不要听。我这个人倒有一个脾气，人家要我背，我倒是不背了；人家不要我背呀，我倒是偏偏的要背呀。好，你背。哦，那么你听啊！小姐呀，小姐，是称小姐，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谁叫你娘子嘞？兰真啊，兰真。哦哟，世上面到你兰真三个字了啊！别的世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，官人，你的世上是有我兰真的名字哦。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姓氏，小声不实，你哪里会知道？我不什么你是人不晓了。我不知天堂子难进，在路上早对你说过了，我是软
叫你听啊！一辈子不背，我是言而不听啊！你不听，我自前当是南京，不姓张来路北姓郑。弟弟真心为呀宗旨，真勇是我的真命心。一家人本想天人乐，恨之人朝中为出奸人，那奸人上殿去光走本，占了我全家一门门。娘子，哎，事实上面没有这种事实。我第七奸人到谁罢了？什么？第七奸人年送马里在老城，马里奸人老年送，你王英霸道才朝中，你财重量有多少？却在我部你心太重，你以为斩草根一日，偏偏到出无真用。小生杀在林永之，停在你奸人老年送啊！你是问啊，你是问啊，你是问我从来没有联系过。马里奸人也是难，你无知同朝为一样啊干。将来真终身许配我，要靠本事难上难。小生上有出头人，要将你无知一起斩啊！早问我，马里奸人早问我，你是去业务是把没来做，你人用金银珠宝加大美，不用那清风宝剑给你问我，也有听那也有听。马里奸人也有听，你是无家无辈的烂小人，如果你说你命令之，是不到中间不平人，小生上有高官中，要将你弃官下身去从军啊！万一是小奸人来呢？谁呢？叶兰珍啊，叶兰珍，我已娶了你叶兰珍，可惜你生长在孽夫门啊！就算你对我是真心，这乃是救人之女，真诚惠。也不是有流刚将你的丰收是给娘们，真有你好。来真没有在做你，问我的心太笨，你母亲来多你，还有什么夫妻情？来，去到瓦当兵母亲。娘子，你些年连夫妻之情，还有什么夫妻之情？真岂有此理！
一封休是要将我离，今朝你落在相国府，看你差子也难比。娘子，可怜没见此夜旧人啊，难道你眼睁睁看我去走西路？你见死不救，心无啊谁？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啊夫？你杀到华当去禀告，亲手杀了你丈夫。娘子啊，夫妻终于夫妻情完了，娘子来吵是我啊，娘子情人。救了母亲与祖母，难救一些亲丈夫。两家生死都要我定，年华好比我难挣来做啊！娘子你去啥来我？一些放着两条路。我难真真是太糊涂，弟弟做天下马，祖母学生杀人头，真能不救忠良子，我真能也亲啊丈夫啊！只要我们夫妻呀，天翻地覆我哭啊哭。难为你为弟苦苦哀求，虽说你起来。娘子，哎呦，人家，哎呦，官人请起来。是多谢娘子。哎呦，官人，你以为说话要小心才是。你有说话，我一定小心，一定小心啊！哎呀，娘子，你上哪里去啊？我们回王去呀。那你我在这里，岂非要耽误你的读书嘛？
娘子休得耻笑，得小生陪你上路。是此官人请，是娘子请啊，请啊。姑爷
身上儿，姑爷即刻上门。是我出外迎接。
野蛮，单身难争一人。有主仆作之，将我的终身许予叶玉为妻。自从成婚以来，已有20余天，这乃冤家从不上来。我沿人民飘香6次相亲，这乃他总是不肯上路而来，不知为了何事。啊，官人啊，官人，道教来争，实是难猜。
了名字土内上，非周神方好光。谁用此段女言的马些毛长不行的，这个毛儿强似虎，白鹿鹦鹉不是鸡。小生真用表示混账。弟弟正邪棍把三边走之，母亲张氏高兴望风，我本应闭门吟唱读书，可为年送正老成，上帝光就一杯，使我父闭关不转，又推翻此意。皇上听信谗言，遂将我母绑至西郊斩首，并将我家满门抄斩。哎，是我给为长生，到达杭州不久家中，我料在泸州遇见叶母亲的官顺事情。吾将小生当着小妻，做事顺畅。叶母亲见我生平出众，定要我背着命令行事。后来带往京都面见年松，年松见我才貌双全，必将生日兰赠许配于我。唉，我为父亲明白，岂肯与你在求财